啥？两混不白，两混如白。好，安尼我是帮你传水。一杯就好。对哦。安尼我是帮你做，是帮你做。好。 这条小小，来，你来读版课啊。汤开汤要创啥？我要食的啦。对哦。可怜啊，这样子的父母吧，还引起他对人走啊，可怜啊。可是我的哥呢？哦。来，吃。 就好。对哦。这个遐尔大间，啊拢切袂细地，是要安怎食啦？真正是大家用牛刀炖刀出来手。哎，较早这情形是大家用牛刀较适合，是炖刀出来就较适合，知影人举手。请讲。大家用牛刀。嘿，无问题就是大家用牛刀，啊，我即摆小解释一下，大家用牛刀意思就是讲做小代志，无需要出着大困难，就像较早伊咧切牛排，无需要用着菜刀遮大鱼。啊，炖刀出来手就是讲。 功夫无好，不过你只要有能力有材料，你马上把代志做好。好，那阮继续。目睭看到鬼，脚踏着火，鬼，目睭看到鬼，脚踏着火。一个字，一点火。一点位，等下咱请下手。41号。好，请讲。1分钱1点位。诶，今日我节大啊！来，这你敲到了。好，请讲。无对，有意。我开始目睭看到鬼，脚踏着火，意思是讲，若看到面前的好处，啊无注意到周遭的危险，是互较大即个小姐，
等下要看到钱就开始走有无？啊，无看到户口物件，所以就无倒。